比农跟奶奶。大家好，我是壮族姐姐珍珠。冬吃萝卜，夏吃姜，不劳医生开药方。夏天痒痒，多吃姜。早上吃姜，胜过良方。南方的夏日湿热难耐，体乏无力。今天用自家种的小黄姜，做一道能驱寒又能祛湿的美食——广东姜撞奶。雷南啊雷，漂浪又赶过来呀么，漂浪啊又张里那嘞赶那来弄浪啊啊侬。